有许多的同工、牧长还有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参与在教会的服事跟建造当中。当中有美南浸信会的韦代培宣教士，他从一开始最初就参与在教会的开拓当中，所以今天一开始他要用一首感谢上帝来作为表达他对上帝的感恩。我们把时间交给魏老师。祝中信浸信会20周年快乐！我可不可以请廖弟兄他们站起来？我献一首诗给我们的神。